写实的裸体画像是画家钟顺文的自我描绘，稳稳外表下的无畏性格，在乍见的这一刻清晰迸现。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它可能跟别人眼中看到的我自己，可能有一些部分是一样，有一些部分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第一次真实，有些是第二次真实。面对与审视，观察自己不同角度的真实，是钟顺文求学时期的成长探索。而后，他的目光、情感投射面更深且广。骨血里承袭了祖父客家文学大师钟理和的细腻，他用画笔深入美浓家乡的烟农内心。你一定会在路上看到有人在采烟叶，也就觉得理所当然，这些景象应该是就永远都会存在在自己记忆里面，存在在生活里面。作画的胶彩是来自矿石的天然颜料，这选择也有浓厚的土地情怀。因为住在乡下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有颜色的油料的水，不晓得要让它倒到哪里去，我就觉得那个到哪儿都是污染。对，我不喜欢。以可敬的心看世界，钟顺文脑海中有许多最动人的画面。在床上帮他捶一捶，那捶一捶他可能就睡着了。那因为他没有办法正躺，尤其之前的床可能比较硬，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是我一直看到的他。父亲的背影，姐姐怀孕的大肚子，还有奶奶的衣服，家人的生活片段，不只是浮光掠影，而是浓郁情感的累积。你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家人，对不对？对，来自于家人，那来自于父亲的背。那创作凭感觉，我有灵感吗？创作凭感觉要有灵感哦，创作好感觉。有灵感吗？自喻为时间纵轴上的缓慢蚂蚁，钟顺文用胶彩一笔一画留住生命中令他感动人事物每一个珍贵的当下。创作好感觉，有灵感吗？创作好感觉，有灵感吗？